粵語起源於北方中原嘅雅言，漢代至唐宋，漢人不斷遷徙嶺南，促使咗粵語嘅發展同埋成形。國學大師南懷瑾認為，粵語係唐代嘅國語。粵語喺美洲華埠被稱作唐話，唐詩宋詞中好多都係用粵語嚟寫嘅。最為突出嘅係古漢語中嘅行、企、幾多、幾時等，都係現時粵語嘅習慣用語。而呢啲詞都喺唐詩宋詞裏邊經常可以睇到，比如李白嘅行路難、蘇軾嘅明月幾時有等等。加上粵語保留咗中古漢語嘅入聲，使到粵語有9個聲調，所以用粵語嚟朗誦唐詩宋詞會有高低起伏感，更加有韻味。可以講粵語係保留古漢語最為完整嘅語言。而現時兩廣地區嘅00後基本唔識講粵語，所以喺呢度呼籲兩廣粵語地區嘅幼兒園同埋小學使用雙語教學。喺普及普通話嘅同時，使古漢語民族文化之瑰寶粵語得以傳承。